春天節瓜咗花與意大利麵，意大利麵花與大蒜、橄欖油、鹽、黑胡椒、乾羅勒葉、白葡萄酒、節瓜、橄欖油、鹽同埋黑胡椒適量，白馬心芝士、歐芹碎適量。煮一大碗水呢，加入適量嘅鹽水，飛開意大利麵，按照班德倫所說明煮剛好着勁嘅程度呢，一般8到12分鐘。煮嘅時候呢，可以呢適當攪拌，防止麵條結黏。煮好之後撈出，瀝乾水分，加入煮好嘅橄欖油攪拌，防止麵條黐埋一齊。當花要處理乾淨，用廚房紙擦乾表面，喺魚生上刮幾刀，撒上鹽、黑胡椒同埋乾羅勒葉，醃製15到20分鐘。大蒜切成末備用，節瓜洗淨，切成0.5厘米厚嘅圓片，平底鍋燒熱，倒入適量嘅橄欖油，放入節瓜片，用中火慢慢煎，煎至兩面金黃。期間撒上適量嘅鹽同埋黑胡椒調味，煎好之後盛出備用。平底鍋再次燒熱，倒入適量橄欖油，放入醃製好嘅花魚，用中火慢慢煎，煎至兩面金黃熟透，盛出喺盤子一面。鍋中留少許煎魚嘅油，放入蒜末炒香，倒入白葡萄酒煮至酒精揮發一部分，將煮好嘅意大利麵放入鍋中，與醬汁充分攪拌，讓麵條裹滿醬汁，根據口味再適量添加鹽同埋黑胡椒調味。將拌好嘅意大利麵放入盤子中，旁邊擺上香煎節瓜同埋花魚，切上帕瑪森芝士粉同埋歐芹碎作為飾物，即可享用。請點讚關注。